令度一切苦，真实不依，果说不知何如立得就，即说就愿，各地各地，何如各地，何如心各地，菩提萨婆诃。好，咱家己有法过来念的念好少啊。各地各地，何如各地，何如心各地，菩提萨婆诃吼。用台语念的哦，要要困前的，较过来念的，较袂晓袂做梦。好，各位天人大家好，即马就来，有爱上学生放一本啊，好，来，哦，有个孔子讲的上一本啊，孔子讲的上，好，了，准备一下，好，咱若会点，咱就再歇一下啊，咱若会早就再食茶啊，咱念较慢的安尼。好，讲非前言大家好，咱即马就要来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心，名号其乐灵山地，莲花印净可三星，玉在中原三星地，大净主传红可心，天亲修缘大圣和，三太时期点心经，分雷震开无比苦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欢喜，有莲性觉归上生，莲花老庙随玉线，修缘显化在高东，南北两极连庄树，分缘高彻在中央，老庙降下通天桥，呼应山前对合同，今日要向归家去，思念东来弥勒经，用心思念佛来求，得得金莲去朝心，即日西来别用主，将二点摕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思念，三灾八难不爱亲，要向成佛勤礼拜，相持聪明智慧心，又听舍人胡说话，落选闭马念无声，老庙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思念有